大家幫手諗諗計。而家出邊班亡魂一話有翻啲前世記憶，就話要爭取記憶權啊！嗱，而家每個人俾條橋嚟搞掂呢壇嘢佢啊！嚴總，不如我哋就推出個選擇性記憶套餐啦。亡魂可以選擇記住啲開心嘅記憶，忘記咗啲痛苦嘅事，可以做翻隻開心鬼。孟婆，如果個個都淨係諗起開心嘅事，咁邊個會願意去投胎啊？咁個世界又點樣去運作啊？再唔係可以搞個前世記憶展覽會，等亡魂可以睇到自己嘅前世，但睇完就要完全忘記晒佢咯。搞個呢啲咁嘅展覽會，到頭嚟又乜都唔記得晒，簡直嘥晒人力物力，搞嚟把鬼啊！不如我哋搞個記憶拍賣會啊！亡魂可以用功德幣競投自己嘅記憶片段，平息民怨之餘，又可以賺功德幣。兄弟，你個得喎！如果有嘅話，我都想睇下你嘅前世結果。頂你打開電視睇財迷咪得咯。媽咪呢個諗法幾好，俾翻啲甜頭班亡魂，佢哋到時一定會全力拍賣翻自己嘅前世記憶。好，就咁決定。我哋用呢個記憶拍賣會去平息呢場記憶風暴。咁多位亡魂朋友，大家好，好高興同大家見面。最近有關當局發現系統產生故障，導致亡魂收到前世嘅回憶片段，造成亡魂之間嘅恐慌同埋混亂。當局深表遺憾，有見及此，決定採取折衷方案，希望藉此修補當中嘅撕裂。今日大家可以憑住手中嘅功德幣去競投大家前世嘅回憶，希望用呢件盛事同大家喺地獄生活裏邊嘅亡魂與魂同樂。多謝。今日我哋除咗舉辦拍賣會之外呢，奈何橋呢度仲有牛頭馬面同埋孟婆帶俾我哋好多新奇有趣嘅玩意嘅，大家千祈唔好錯過啦。好，事不宜遲，馬上開始。第一件拍賣嘅記憶呢係初戀無限好，起拍價係100個功德幣。200個功德幣100個功德幣100個功德幣啊！個個一諗到可以買翻自己嘅前世記憶，記憶權都變記憶棉啦。孟婆湯奶茶店推出咗全新嘅記憶棉奶茶，首次拍賣紀錄即享買1送1。有冇記憶棉試甜食得唔該？買嚟睇下回憶，共享單車，共享自在回憶可以借。只要將你同亡魂朋友嘅前世回憶 USB 插入去，然後再踩呢部共享單車，就能夠互相體驗到對方嘅回憶啦。咁多位兄弟姊妹上市就買嚟呢邊你攞走。呢邊排隊啊，快啲啦！就喺拍賣會進行得如火如荼嘅時候，偏偏呢個時候問題又再出現啦。嚴重收到投訴，疑似有亡魂競投咗嘅記憶片段，竟然唔係要佢哋本人㗎，你睇下。唉，又搞乜鬼啊！記憶拍賣會竟然出現錯配嘅記憶，閻王同佢嘅團隊將要面對大量嘅質疑同埋不滿，究竟可唔可以成功應對呢？欲知後事如何，敬請期待下一集。